今仔日实在是有诚济练台语的机会，阁找到一个台语老师，所以我想讲，今仔日应该是台语日，台语日，有一个住澳洲一个工程师，伊有年岁啊，因查某囝佮囝拢诚大汉啊。毋过伊毋知影安怎，就突然间想要找人讲台语、练台语，嘛足爱听台语，所以伊嘛无气嫌讲我台语嘛是嘛讲啊无诚有台语气，反正伊嘛是会找我去练台语。咱讲到30几分钟，后来阁一个肯定，一个有钱伫 Clubhouse 诚出名一个教囡仔讲台语的母亲阿母，伊嘛是掠准时间，就伫房间内底啊，拄好剩阮两个，伊就喊我讲台语，我嘛喊伊讲。虽然呢，我是上班时间，伫便所讲台语，其实有诚侪人出入入拢有看到。下班的时阵，喊我练台语迄个查某同事伊有讲伊有发觉着我伫公司的便所讲诚久的台语，伊是有想讲这是模仿无啥好。但是我迄时阵嘛袂讲足生气，还是讲足惊吓，我着足平静的，因为我知影讲。我有做一个选择就是我着伫便所嘛，想讲安尼较离上班的所在办公室较近嘛，安尼走转来嘛是较简单，着无讲去天顶买溜，去藏伫遐内底啦。因为迄时阵嘛想讲可能着讲诚10分钟安尼，讲的。我嘛感觉讲诚有价值啦，就变讲我袂讲足惊讲安尼我都毋是我的形象，都毋是一个诚拍拼、诚认真的员工，就替人发觉讲我阁会模仿，阁会拍拉梁，就是有一寡负面的形象。其实我嘛袂讲足惊，还是讲足囥伫心肝底。虽然我嘛有淡薄仔想讲安尼后斗我着爱较注意，但是我想讲我开始有我家己的主张啊，我着袂讲别人认为我应该安怎，我着甲别人的想法当做上重要的。我嘛是想讲我今仔有。学着台语，讲着台语安尼，虽然我嘛毋是讲上班拢完全不顾公司的代志，但是我嘛变讲毋是讲做认真的迄种啦。我就会当看会出来讲，有偷偷伫学台语、听台语啊，有时阵会讲几句仔台语啊。但是我嘛想讲，这就是一种选择。以早我就做想要做一个好员工，希望讲有机会会当做一个小主管，有机会安怎有表现到，亲像阮姊夫伊迄个时阵伊讲的我应该是爱安尼做较正确。伊认为所有的人应该都是爱做这种代志，无做着的人就是无标准。但是我即马，嘛是因为有学生心灵，有学赛事，我想法有一寡改变。以赛事的想法，就是讲，你做代志，你家己会快乐，无一定讲，一定爱做上拍拼、上标准，大家拢认同的人，伊的主张还是讲爱找出家己想要做的代志。找着家己会当
家己毋免讲甲家己的快乐放伫别人的反应，别人的期待，别人对家己的想法，会当讲，家己甲家己相处，家己去控制家己，创造一个家己内心的世界。我有豆豆仔发现讲，伊讲的这种话是啥物意思？以早就是甲伊当做啥物心灵小物去想啊，就是讲咱袂当管别人的喙，但是会当改变家己的心。咱总是家听听尔，无一寡体验。但是我即摆有开始豆豆仔有一寡体验。就是讲，第一点是因为学台语，所以我嘛有接受无共款的世界，无共款的人，人毋免讲会开诚济时间啊、气力啊，改变即摆的生活，改变诚济，其实毋免，因为即摆就是网络的世界。而且我开始学台语以后，若同事倒一个人会晓讲台语，而且袂甲我，袂讲不爱向我讲台语，即种对我较友善的人，我就会加讲两句仔台语，就亲像写小说共款。只是讲写小说的世界内底，拄仔好拄着的人，拢是较悲伤，较定定想讲，别人写的嘛无比我搁较好，啊无就是伤自卑，讲为虾米别人写遐好，我就是一个笨桶，就定定有即种情绪。其实我嘛替有念着，一开始我无伫小说的社团去打分奖的时阵啊，其实我嘛是写我家己的，虽然讲无人看，无人有回应，但是我嘛家己会当互家己真快乐，就生活伫家己快乐的世界，就会去想讲，有啥物人看着我的小说伫遐等待，其实根本无嘛。但是我就是会有即种幻想，我就会家己去想，是真诶是假的，其实拢无重要。但是自从我入来小说的社团以后，就发觉讲，有人就真侪人去试赞，我的小说就较无动静，大家就较无要无紧啊，拢无啥物反应，我就会开始食醋，就变讲我嘛变成一个较悲观、较忧虑的人，无快乐的人。我即摆嘛是改变嘛，我开始学台语，学台语，因为我嘛袂讲一定爱学免钱的，若讲爱开钱，我就想讲凭啥？学一个台语尔，应该是免钱的。我袂安尼去想，我就是会想讲，若拄着好的老师，嘛莫钱莫伤贵，阁会当配合我的时间。上重要今仔嘛是有拄着一个好老师，上重要就是本来伫面册，有人都伫问讲，伫台中啊，要去学台语啊，要去台学啊，我嘛去甲伊回应嘛。结果我阁有去问迄我嘛无熟识网友，我就问讲，那像我若住高雄啊，我嘛想要学台语，我有啥物资源？伊就互我一个老师的联络的方式。我迄时阵嘛想讲，可能就是凊彩问问诶，迄无一定老师，无伫骹老师无闲啊，无就是伊无伫教，无就是反正我嘛想讲无遐顺利。结果拄仔好呢，迄老师嘛嘛问讲啥物人介绍的啊，嘛一直会甲我回。我讲话嘛是真实在，我就袂讲过来甲人欺骗啦。
我即摆就是学赛书以后，我讲话就是较坦白。我就讲我你是爱上班按时会当学安怎安怎。结果其实迄老师是真符合我的需要，而且伊真正是真高教，伊会晓教袂晓教，其实拢看会出来。迄老师伊是地教外国人诶，所以伊教册教台语诶经验实在足丰富诶。就是讲我学诶是教育部诶罗马拼音、台罗拼音，其实我即摆就甲伊换做教罗诶拼音，教会罗马字诶拼音。其实安尼就会使，因为我上重要就是讲我发音无够正，像讲发音我甲音甲串英文迄个音甲发音。可能我就因为我喙毋知安怎囥我的喙形佮我的喙齿，定定毋知影安怎去处理。其实这代志，伫讲华语的时阵，就有即种状况只是华语，因为你定定讲嘛，而且咱即摆的时代就是你开喙就是华语所以你讲无标准嘛，大家嘛听有啦，因为实在是听甲足熟啦。我嘛因为我用注音输入法，用这方式去写文章，嘛会使调整我的发音，所以我即摆华语的发音是袂歹，但是台语的发音就是无训练过。拄好拄着这老师。真好嘛，伊的时间嘛，甲我会配合。本来我嘛有一个课是甲我较袂配合，就是第一科的社区大学。伊是放假的时阵，放假我就是爱和阮翁家斗加班嘛。拄好时间袂拄好。我就讲我嘛无去报名啦，因为想讲安尼。就无法度讲专心去帮赞阮翁去减轻伊伫公司佚头伤济，无人斗相共，安尼互伊诚忝，我就无愿意安尼我希望翁会使讲，伊的工课无法度减轻加班就变讲无法度，但是可能放假的时阵加班，我搁伫伊身躯边，互伊。感觉无共款，无遐孤单。这是我想要帮赞阮翁的代志，所以迄个课上起来，就是爱甲翁请假，翁嘛会感觉讲原来我是一个甲我做事是一种负担。安尼两边拢其实拢袂快乐。加在我迄时阵就是闷的、想的，想讲莫报名好我就家己去练家己用教路台路去手机就装迄教路台路的拼音的输入法去训练家己。我就有淡薄仔想要放弃。拄好佫另外即个老师伊就是教外国人即个，伊就甲我联络嘛敲电话互我，伊是主任毋过伊就对我就是。嘛敲电话互我，嘛安怎嘛袂讲你做一个学生尔，嘛无趁偌济，伊嘛无伊真用心。甲我见面，伊就是知影讲我台语的问题，伊讲其实我的声调是真水，是真稳定，真稳定。我讲因为我自细汉就是有听台语，阮爸爸妈妈嘛讲台语，只是。我自细汉就无好好去调整我的发音，就凊彩讲啦。凊彩讲变讲，后来阁是讲华语，台语就足少听嘛，足少讲。自然一开喙就是人就听无人就想讲这人是伫讲台语嘛。但是我的表达是会使啦，我表达是
即摆因为我有练过，所以我即摆会当用台语讲我的心情、我的日记，用台语去表达，表达一段，是讲毋过我著感觉诚好，因为我想讲我学台语上有足大的问题，就是我的发音我无法度家己去调整嘛，因为我都毋知影喙爱安怎处理，才会使甲即个音发出来。有时阵我明明听别人的发音是安尼，定定姊啊、阮妈、阮母啊，嘛是定定甲我讲，这是安尼发音，我就是安怎对音、安怎发音，都发袂好势。若讲找一个老师去安尼甲我教，安尼嘛诚好啊。其实嘛搁较俗，比我找迄家教搁较俗。上重要伊嘛是做长期的，所以我嘛讲学的，只要伊时间拢符合会着，因为拄仔好伊是按时较有用嘛，伊嘛毋惊忝嘛，所以嘛会使好好去学，嘛是诚好的代志。嘛是感觉讲囡仔嘛诚好呢，诚好运，就开始我想要学台语的时阵，其实就豆豆来。一开始真正足生气，讲店员嘛不爱和我讲台语，啥物人本来讲台语，佫一听我台语无正，就转华语，害我无机会，无即种听台语趁学台语的时机。迄时阵就资源真正少，因为我还袂开始去找。练习嘛，实在是较无机会，因为我迄时阵嘛无去找足侪资源嘛。即摆就无共款啦，因为你若愈学一个物件，你就愈找着一寡资源嘛。我即摆嘛讲，若店员就是坚持和我讲华语，我嘛无差我若讲去家己会使练搁找着好的老师我甲店员呢伫讲台语，伊嘛袂甲我教嘛，对毋对？但是我今仔若讲找着一个老师，伊会讲你的发音就是发到倒一个音去拄仔好我嘛是有去学教育部的台路教路我嘛会使复习一下，其实嘛会当紧学起来。安尼老师去教嘛是较简单就是看我有啥物状况甲我改一个点一个。这上重要就是讲我若台语讲甲好势，安尼我就会爱讲我就会有一寡台语伴，因为你若台语讲甲好你去参加台语的活动，还是讲台语的活动，佫有 Couple House 你台语袂歹当然逐个嘛想讲对这个人来学台语，变讲你身躯边的环境就出现一寡会和你讲台语的人无亲像即马即马就变讲第一点我台语嘛无好，所以我若讲去买物件希望别人和我讲台语嘛是爱看别人的面色，就是安尼。我若今仔台语讲嘛袂歹其实有一寡想要学台语的人，还是讲伊想讲甲一寡用台语来开讲，伊嘛较欢喜伊嘛会使找我因为我即马是会当用台语来开讲，只是讲我发音无足正变讲因就会感觉讲这可能会佫甲我教歹去当然大家拢希望讲和程度较好的人讲台语，安尼台语较会愈来愈好我即马嘛是有去成长啦，就是家己有去找老师去家己嘛去学咱这改变诚大，就是袂亲像讲进前翁伫厝内，我
想讲我敢若会当向翁讲台语尔，伊讲你讲伤济台语啊，你听无，伊就会 complain 嘛，伊就会怨叹嘛，我就会生气，我会讲，我会想讲我都已经无人要陪我练习台语啊，即摆阮翁搁安尼用有这把安怎讲？个结使面，讲汉语练台语艰苦济，外国会冤家，我都毋免安尼，我就变讲我有我家己的台语伴，我会使去找一寡讲台语的机会练台语，练台语以后，就毋免讲勉强阮翁就是搁爱听我的台语，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互我无共款的想法，就是讲我发现讲，我其实毋是咧学台语，我是因为我趁我学台语即件代志，去学一寡生新一寡赛事的物件，我有甲伊应用伫内底，像讲，其实我伫即个台语房啊，迄房主啊，伊就是诚奇怪，伊就会甲人冤家，伊的点就诚奇怪。伊就对台语无好，拢讲华语的人，伊拢无意见，就当做好朋友安尼。但是若是有人台语诚好，但是理念无共，别人可能想讲要推杀台语，伊就会看无顺眼，就会甲人冤家。这变讲，这就是其实这就是正常的啦。我就是毋免讲去看老练，其实我会当看到一件代志背后内心无共款的物件，就是讲，其实像我写小说，应该是愈写愈快乐。奇怪，我算会晓写小说，我有天分，哪会愈写愈家己为难？哪会愈写愈感觉家己做歹的？拢写袂好势，愈写愈怨妒，愈写愈落愈矮，都诚奇怪的代志。这就是一个人，伊就是希望讲，伊要认同。认同的话，若讲今仔有人对台语有无共款的想法，认为讲，正确的台语还是较好的台语，应该是爱安怎，每一个台语上好拢莫讲华语，拢想办法甲伊翻做台语，有新的用词啊，还是华语，定新的叫啥物？滚动式调整，这种物件，有一帮人认为，嘛会使用台语试看觅，表达看觅，因为安尼台语较会活嘛，因为你有新的词，就像广东话共款啊，广东话就是因为因伫香港啊，伫广东拢是讲，阁有澳门嘛澳门拢是讲广东话，所以伊就会定讲有新的词拢会使用广东话讲，伊就是一个活阁会生长的语言。其实这就是甲咱人共款，一个人安怎算老，就是迄个人伊就无想要成长，无想要进步。其实可能就是像Clubhouse 的帮助共款，伊台语诚好，但是伊就不爱阁去学新的台语啊。伊认为讲，伊台语好，伊华语嘛好啊。变讲，若有新的词，就用华语讲就好啊。伊毋免去思考，毋免去想嘛，毋免讲伊哪会听无？哪有一帮人讲一寡台语，竟然是因听无的？所以伊可能就是生活较安定，即摆就是趁钱嘛。趁钱的方式就是嘛无可能阁去改变嘛。
改变万不离趁无钱要安怎，搁倒拆，所以即马就是拢足固定啦，所以变讲伊无想要讲成长，成长就是会晓，就是会做学生啊，做者物件可能搁爱问人，安尼。嘿啦，其实无啥物面子啦，伊较爱讲做老大诶感觉。这都每一个人诶信念无共，但是我若讲会当看着即种信念，背后诶信念，都袂讲这个人哪会安尼，这哪会一直冤，其实就是我会当去看着即种物件，看着我家己是毋是，嘛是会讲。我上大诶问题当然就是，迄店员啊，若讲叫我莫讲台语啊，讲华语啊，讲中文啊，我都会生气。即摆我拢毋免生气，其实我都想讲，哎呀，我有拄着好老师，我即摆搁伫学，但是我学甲会晓是，其实都伫眼前啦。这甲写小说无共。小说诶时阵呢，我甲小说写完写了，实在是真正就是家己想要写就会当写，都伫眼前。都亲像我讲台语，学台语，甲学甲真流利，学甲真顺共款。但是呢，我希望讲完成啥物代志，像讲我写小说，希望讲。有诚侪人爱看，这代志真正都毋是我家己会当讲去完成的。我会使去为这拍拼，但是拍拼的过程中，我都袂当讲足伤心、足悲伤，讲哪会逐个拢无爱看？我小说是有写遐烂吗？哪会逐个拢要去看别人迄做幼稚的？做变讲即种物件。实在是，除好我拢看会开，我若看袂开，搁去追求，实在是痛苦。其实为着写小说嘛，阮迄时阵无写，只是打小说尔，嘛痛苦一年啊。其实一年有够啊啦，一年即种痛苦会使互我成长。迄时阵我虽然嘛有听赛事，嘛有听生心灵的物件，但是游玩嘛是痛苦。为虾米咧？因为我无为即个环境脱离出来，我搁进伫内底都亲像讲，我伫写小说进前呢，我就是去第一公司，希望讲做上重要的物件，公司部门袂当无我就是真艰苦希望讲上司拢有发现讲，我的才调，拢有甲我欣赏，甲我提拔，提拔我，甲我提拔，就是有即种心愿。但是即种心愿变成讲，我无看清讲，即个世界是安怎运作的？我只是。家己去想讲，以为大家都会欣赏我这遐拍拼的人，其实颠倒毋是安尼。就亲像阮副总诶，伊嘛定定分袂清楚讲，为虾米这工程师甲伊就是有距离，有一个距离，有一个距离，无法度讲甲伊做大心呢。伊就想讲可能是我以后上班，我著莫闭伫我诶。副总的办公室，我就出来，坐伫工程师的边啊，安尼工程师就会感觉诚稳近，甲我这副总诚稳近，阮就会使，就是会当了解，互相了解。其实互相认同，其实。是颠倒变的。对工程师来讲，你好好爱副总，你坐伫我边啊，你是要互我无自在吗？就生根两步，放袂使有啊，就是即种想法尔。
我迄个时阵虽然真拍拼，放假拢无爱好好放假，拢伫拼公司的代志。其实可能阮主管就想讲，你遐拍拼，毋是就是显示讲你比我搁较拍拼，你比我搁较适合做主管。其实我毋知影有即种性格会走出来。我拢毋捌啦，我实在是足单纯的。变讲我迄时阵伫追求，结果嘛是足伤心的。煞后尾手，后尾手是因为讲，我著换一个，著嘛是要一年较想开啦，其实嘛无遐紧著想开。著知影讲我著袂合啦，叫我去管啥物人，为着加这无偌济钱，四头变甲真济真重，我无法度做我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因为迄当时我无啥物想要做的代志，我著想讲我要拼嘛，要互大家感觉我真认真，甲我认同，搁甲我互我做一个小小的主管豆豆心啊，迄个时阵当然无啥物家己的兴趣，家己私底下想要做的代志，拢无，拢都卖互公司啊。这可能嘛是伫红海，毋是，就是伫迄间公司带来的影响啦。就是讲迄员工就是对公司就是家己的心拢放伫公司安尼上好，莫讲有啥物私底下想要完成的啥物兴趣，拢莫安尼上好。所以我可能嘛，甲即种思想藏伫我家己的头壳内底，我毋知影。我即马渐渐知影，因为我开始写小说以后，我和我隔壁的同事，阮开讲都毋是讲，都一直讲公司同事啥物人较对，啥物人较着珍惜欣赏，就毋免当一直讲这，我就会使向伊讲别项较趣味的代志，较有生活中的代志，伊嘛听甲有趣味。我就渐渐发觉讲，其实毋免甲家己讲家己就敢若有工课尔，这其实公司嘛无一定讲安尼就会欣赏我这个人，颠倒我这个人就除了公司的代志，啥物拢无，迄真正是可能。只是讲即种可能是咱社会上无人去讲的，因为社会上拢是叫咱为公司拍拼，